我问你们好，很高兴来到你们家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继续听一下，那个教导今天就是那个第几个教导，我发扬要刷的那个恩典。我祝你们好，为了要刷保佑你们很多，为了要刷的和耶和华的那个荣耀那个上帝的儿子们多，你们好。所有的人多，听到的人多，在这个地球上，我问你们好，这个就是那个YouTube 视频要刷 RTV。还有，你会改的时候，必须熟悉，就是打传给你，要说那个技术员那个字幕太小了，放大一点，然后放在下面。我正在看那个屏幕，我看不见了，那个字幕先要放大一点。就这样，也要写上，这个就是那个直播，这个是直播，就这样的做，因为我们必须做得好，为了救那个人的灵，我们要给他们两看，要说好到父亲看我们努力好，为了这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知道了，然后说实话，有这个技术的，有那个长久的，我非常高兴，因为谢谢祝好你们多，为了你们。欢迎来到电商的店就是第七个教导，那个必须熟悉，在要说就是下点传给你，因为下点。因为下爹教过你，就是你的老师。那我来，因为这样，为什么你必须在下爹你必须在下爹里熟悉，按照那个律法的话。就你做什么熟悉，就那个是你的义务。我们看上加拉太书3章27节，不可以逃去这个教导，不可以逃教，因为有个律法，那个图片先整理一下，加拉太书第3章27节，我们努力好为了做的好的东西，为了要说高兴呢，为了你们听到的人那里多也高兴呢。加拉太书第3章27节，你们熟悉归入要说都是神，等一下都是必带要说了。你继续演你些，那在这里律法说定了，那个所有的人熟悉在要说就
你们熟悉归入基督的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个被选择的话，都是必带选择的就是基督。这个上文就是那个从耶和华那里下来。如果说那个你的基督是谁呀？耶稣基督是吗？你牧师那里，你们宗教领袖的那里多跟随耶稣基督是就你传那个耶稣基督是或者耶稣那个律法说了吗？你熟悉的话，就你必须穿这个衣服，你没办法跟这个离开了。如果说你熟悉归入耶稣基督，你就穿什么样的那个身呢？就穿那个衣服的，就是那个假身。你那个假身呢，就是让你再分走呀。因为这个十条诫就不是赐给那个其他国家遵守不赐给那个美国人呢、60万人呢、毛里求斯人呢，就是那个赐给以色列人遵守。其他国家遵守十条诫，因为你的耶稣叫你遵守那个十条诫，那你之后就对掉这地狱火湖里，你之后要说就马上看到你的义务，就是那个十条诫。那原因呢是什么呢？就你先救一下你的灵魂，先找要说的大师下殿，因为要说的大师下殿教过你们这个教训呢，别去那个耶稣基督那里，他教你为了跟随耶稣跟他就接近了，就你的罪恶被除掉了。你们那里熟悉过了，在这个十条诫里，你们都没办法样样不能上天上的天。我直接跟你们说，那就是说了，所有的人呢熟悉过了，在这个十条诫里面遵守过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你的必带就是穿的这个衣服，就是那个十条诫和那个摩西的律法，按照三文治，这个是紧接着那你起来了，为了攻击，就是那个为了攻击上帝，你违背他的法律，就你被丢掉火湖里。那好办法，你先把那个杀掉了那个十条诫，就是我下底下一个人会帮你，没有要说跟你们说过一定要遵守十条诫，他没有教过这个。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不可以加，也是不可以减。我们对下上帝的话，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十条诫是什么样的。你要把那个杀掉那个耶稣，在要说这里因为下殿的教导带你到天上的殿，就不可以在遵守十条诫，因为要说把那个杀掉在他的十字架上，然后你要跟随，要说不是要跟随耶稣或者耶稣，但是要跟随要说就要跟随他，你要熟悉在要归入要说。
那我们来读一下上帝的孩子，上帝的话，不好意思，就是那个马太福音5章28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呢，你们那里把这个角度翻译有那个英语上进呢，中国上进呢，就把那个翻译好，为了他们那里都能听懂。我是在告诉你们呢，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掌权。那个不能废去了，那个就是这个句子，就是不这个句子，不要加，也是不要减，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亚法吩咐你们什么就不可以加，也是不可以减。说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减，也不可上降，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不可以带到马达加斯加这里，在英国那里、中国那里、在美国那里、丹麦那里，或者芬兰、西班牙，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国家，这个是条件，不可以到那边去遵守的，按照那个申命记6章第1节，这是要把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位业地上的中心。就这个上文章不可以加而且不可以减。那这个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位业的地上中心，一定要遵守这个，在哪个地呀，在哪个地方才可以遵守这个，很清楚了，就是在所要过去的位业地上中心，就是以色列那里，就是迦南了嘛，现在叫以色列。这个就是在以色列那里才可以遵守，按照律法就是精确的。如果说你遵守这个，在美国、法国、英国也是不可以带这个到阿拉伯国家那里，就这样嘛。这个是精确的，按照律法，这个是精确的。那你们那里不可以遵守这个。你看，你们那里都遵守这个，然后你们都违背法律，你们就是熟悉归入，你们熟悉那个，在这个是第2节里面，这个就是你们的义务，你们那个人体的义务就是这个。那你是用羊救人呢？救人的话就没办法走下地狱了，你之后就走下地狱了。你的牧师那里，你的教皇那里，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分类呀，你们多一块去掉那个下地狱，因为没有人类有办法把那个拿掉，除了我一位。那很清楚的，他已经干净了，但是你们那里都是脏的了，你们互相给手戏啊，你们都就是分给别人呢读的，你们那个
受洗那里就是什么？就是毒药的。你们要把那个摘掉，不管是牧师或者教皇，不管是你是宗教领袖，不管是你什么样的那个宗教领袖，我们叫你照下的，你要跟那个魔鬼离开呀，就是要不要听他讲，不要跟他理喻那个上帝的话讲点了，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专门种烧的。我们就是看下上文字，出埃及记第15章3节到5节，19节，19章3节到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就是要遵守这个10条，这就是他们了嘛，就是雅各家和以色列人，不管你马国人、哥摩洛人、非洲人、越南人、中国人，你们都这个不能进去里面啊。按照律法就是禁止的，不是这样。按照我的思想，我们一块看一下这个上文字，我不是随便说了，就是按照那个律法，就是那个上文字，就这样嘛。这话就是这话。如果你认识上帝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了那个技术的那个律法，不然你被杀了。因为这个10条诫就是不给你遵守啊。第5章呢，如今你们说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这个约就上帝跟他立约，就是那个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在里面没有别的国家。那这个话我就告诉你们，你认真考虑一下，因为不可把那个律法变成按照那个诗篇呢，你必须熟悉才可以，因为这个是你的义务，你之后把你上班的话，就有的这个奖品呢，你遵守过这个10条诫啊，那你是不法的人呢。因为不法的人显出来，耶和华把他们灭绝用口。帖撒罗尼迦，我们看一下，刚才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7节到8节，诗篇你一定要跟那个耶稣基督记下是离开，不然你之后就遭下地狱了。你应该要高兴听到了这个教导，因为这个技术的就是为了你，在你的时代听到了这个技术的，就你应该要感谢上帝。你们先听一下这个那个说话回来。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就是在这里再说了，就是雅各和那个20节，别国大多没有这样带过，这个就是不赐给其他的国家。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那个其他国家都不知道了这个，为什么你知道了这个10条诫和那个摩西的律法？那有人那个给你毒药，这个不可加点，也是不可删减。这个不管你美国人、马国人、中国人呢，
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不，就是给你吃的毒药啊，你被毒害了，那个知道你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你们要听这个，要注意好这个教导，这个就是为了结束灵魂嘛，所有的灵魂都一样啊。下家旅后，下家旅程的话，为了你的灵魂，你应该要同意吧？你看一下，在你前面有的那个危险。现在我就是给你们说，所有的那个宗教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那里没有办法把拿掉你们的罪恶，就人多就下地狱了。你们那里多就对这个上帝的话有个毛病了。我敬爱父亚巴和那个要说，就是他们的名字就这样嘛。那你来问我，为什么你干净了？为什么你是真实的？你稍等一下吧。我们先继续看。你也要跟那个耶稣离开呀，或者耶稣自杀时，你熟悉归入他当然你在犯罪，当然你一直犯罪呀。你们那个跟随着那里我刚讲了你们多，我举个例子有500万多的那个跟随者，有的人就是那个按一下，有的数量我不像那个看那个就是哪个人就是按一下，但是有的人看见了我不想看那个数量，但是跟随者的话就愿意跟随下的。如果说无钱的话，我就会感谢我敬爱的要说和父亚巴。我就是跟你们那个外国人说嘛，我就要把爸爸和要说为了那个数量长大的了，放大的了，他们就不会跟这个 YouTube 视频离开，就是要说TV 那个要说的内容多就在这个里面。他们那里就是那个看见这个，有很多人已经看见了这个教导啊，好多人呢，知道100万多个人呢，但是不一定他们都是跟随的人呢，但是有的人呢已经同意了，听到了这个教导呢，这个就是证明了有好多人找那个挣扎的那个上帝。我以为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那里不喜欢这个，那我非常感谢你父亚巴和要说，因为加深那里教你们那个危险的东西，就是那个耶稣自杀他让你在犯罪，按照要说的律法约翰我下一次再教你们为了这个有说明啊，因为有人问过这个，你先跟随这个教导啊，你会改了就必须熟悉，你不熟悉的话就没办法去掉地狱，你下地狱别死，你之后没办法你早下地狱了，你别说我不怕下地狱，不然别找那个医生，不要找那个护士，你们有病的时候就别找他们了，因为你们找护士和那个医生的话就你别说的太多嘛。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5章14节，5章14节。后来要说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呀，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个上帝的儿子怎么说了，这是真正的，
不要再犯罪了。你们先看一下那个耶稣基督怎么教你们，你们一直犯罪呀，星期六、星期天可以悔改呀。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天下必须死了，早在这个地上必须摔倒了，那个表示杀人的。但是按照那个律法的话，就我们来读一下上帝的话。那个律法说了，罪人多遭下地狱了。亚法爸爸说了，马太福音呢5章48节，你必须完全才可以上天上的天上，但是耶稣基督是多。就跟你们说了，那个不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你们必须完全的才可以去天上的天上那里。有个人呢，就第一个人呢，第一个完全人就是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文字，为了亚法的荣耀啊，有完全人呢，有啊，你那里不是完全人呢，就这样说的嘛，有完全人呢。那个我们看一下，按照那个。腓立比书3章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就我们来读一下，按照那个法语上经呢会怎么样啊？腓立比书，我们读这个奉耶和华名。腓立比书第3章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那个完全人就完全人了嘛。那在耶和华里有完全人呢，你们那里说了我们不是完全人呢，就你们就对这个上帝有个矛盾了，那你们都走下地狱了。你那个魔鬼那里都叫你们没有完全人了，那你们都是魔鬼的孩子，没有真正的上帝跟随你们了，那谁跟随你就是魔鬼呀？那你认真考虑一下，你们那里愿意找真正的上帝，就是那个姐姐转给你，你应该要跟那个神呢，让你在犯罪也就让你不是完全人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他讲的话，约翰福音，你上帝那里就让你在犯罪呀，然后星期天、星期六再悔改呀，因为他还没有他的那个罪还没有拿掉了，没有除掉了。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说好，那个没有人那个他说了没有啊？要说对他说，因为他是淫乱的，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10节到11节，他说主啊没有啊，说我也不能等你的罪，就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大的东西，按照约翰福音第8章第10节到第11节，那要吩咐你不要再犯罪，这个就是那个正当上帝的
话说定了，不要再犯罪，那跟随那里是谁呀？哪个跟你说了必须犯罪，他会明白啊，他会怜悯你啊。那这个你怎么样啊？因为那个不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书。你说了这个上帝会怜悯你，我们先看一下21章启示录，我来读一下，不好意思，那个是在哪了？启示录22章15节，我们来读一下，为了亚法爸爸和要说的荣耀，整外有那些传类信写书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肩的、喜好说谎的、编造虚谎的，你看一下，他怎么说在这里了？他怎么上天上的天？那个是狗，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信写书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那个他们宗教领袖的人那里的话就愿意杀你。我们也来看一下启示录21章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各种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要说定了，不要再犯罪呀，就他们可以去天上的天上，因为父亚法是那个放动的你们一定要完全的，不然不能上天上的天上。你一定要完全人呢，这个不可以，你的头那么大，就你随便做，我必须到达那个天上的天那里。如果你要到达那个大那里，你必须要跟随他的那个律法。如果你要跟那个总统那个见面呀，你必须通过他的秘书啊，他的领导啊，大领导啊，才可以到那个从那个秘书那里然后你才可以跟那个总统见面的。就这样嘛。如果说是上个天上的天上怎么样啊？这个就是那个要跟那个总统那个见面，就是人类啊。那这个神呢，不是人呢，不是人类啊。你上街的话才可以去到那里，你一定要上街人呢。那你先找办法，为了上街人呢，就是要跟随那个些家转给你亚胡书啊，就带你到那边去。那必须熟悉归入亚胡书啊，再给上天上的天，因为还有骗人呢，在 YouTube 视频或者谷歌了，在里面有好几个亚胡书名都是假的，都让你在犯罪呀。你先看一下上文字。我的yahu shua就是正当的yahu shua，就跟随他就不会再犯罪，不会做坏事啊，不会做那个不好的东西啊，就做好的东西，不会同意坏的东西。那个这个表示就是那个不会犯罪啊，这个就是上街的这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质量，大不会同意那个坏的东西。他强调的话就是那个门徒强调了约翰一书3章5节，你们知道了，他献了为了除掉罪恶。你们要知道了，他献出来为了除掉那个罪恶，
你们看一下你们那个耶稣就是下生，就是他让你在犯罪呀。你没有结束过了，你就下地狱了。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上文字里面知道了，主张想象了是要除掉人的罪呀。这他并没有罪呀，你想找耶稣啊，你要受洗归于耶稣啊，了解了犯罪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也犯罪的，是非常简单，也非常认识的。罪人多没有知道这个上帝没有认识他，那你知道谁呀？你认识谁呀？你一直说了我是罪人呢。如果说你跟说我不犯罪，这个也是说谎的，这个就是摆住啊你是犯罪，你就是那个罪人呢。那个人多在这个地球上多知道了，他们那里多是罪人呢，那个证明呢？你看一下你怎么做啊？一直做坏事啊，结果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假上帝的结果那里。但是不要累了，不要夏迪亚的那个要说的弟弟夏迪亚又来了，在这里被释放了，那必须熟悉在那得救。我们那个下一次的课就是那个第8课的教导，就是不可以祷教，不可以导去这个教训了，这个教学。那你的神那里让你这份就也按照上文字不可以。我们看一下第8章，第8章怎么样？你们先看一下，先考虑好一下。人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你们先考虑好一下，你们先看好一下这个犯罪的是属魔鬼呀。魔鬼，你不会考虑吗？为了那个你，要跟这个离开呀，你先找办法怎么跟这个离开？因为这个图片这个形象不好啊。如果你不管的话，你就是魔鬼呀。你说我不管，你就是属魔鬼呀，你是魔鬼。那父亲大人呢都要注意你。因为犯罪是属魔鬼，你讲掉话的话，就你是属魔鬼，应该是要离开呀，你就不管了。你不管的话，不听话的话，就你喜欢魔鬼，那魔鬼是你的父亲呢。但是现在的流程，为了救你，不是杀你，你的到底哪里不好啊？你让魔鬼高兴了，他不会做好事儿，他就是杀人的，魔鬼是杀人的。我们看一下，约翰，你要约翰8章，第8章。第8章不要跟随魔鬼，因为他是杀人的，他骗你，他会给你钱，我知道了。但是那个后边有什么？你哭了，有灾难，有困难的，你有这样吗？你的脑子里是会乱的。那8章43到44，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呀。那你是魔鬼的孩子，那他愿意做什么，就你也愿意做什么。你还没有考虑好了吗？那你先看一下，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是赐予你们，但是等下他不说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大说谎是出于自己，大就马上把你丢掉地狱里。大的目的就是那个不喜欢你到达那个天上的殿那里，因为大喜欢你要跟随到犯罪呀，你要跟大离开，就是你的上帝那里。你先找办法，为了救你的灵魂，天上的天上多现在一块工作，为了救你们那个其他国家那里，不要降掉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你们看下下家已经努力好了，我把那个直报那个这个教导，法语都是直报，中国也是那个汉语直报，4语言多一块找啦，把这个教导翻译嘛。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你先救下你的灵魂呢？要说的大师下家就已经努力好啊，为了那个救你，你先救你的灵魂呢，别让魔鬼杀你的灵魂呢，你别继续做坏事了，这个是更难的。会有人不会做坏事的，上帝的爱子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在这里有2000个多人呢，现在给你们那个其他国家了，因为外邦人的数量快差不多了，那先进来吧，好吗？说话回来啊，那你要跟那个耶稣离开呀？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你的手洗那里就是那个归入耶稣之下血去，那你穿这个，就你的衣服就是这个，你手洗归入那个耶稣基督之下身，然后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那个是掉界，那你没办法。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约翰加拉太书，不好意思，第3章27节，加拉太书第3章27节，我们读一下奉耶和华名。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基督的，你受洗归入耶稣就你悔改的时候，这个耶稣让你在犯罪呀，最好的办法你要过来这里要受洗，因为如果你受洗归入耶稣，就你没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照耶和华做他的那个受洗，不让你再遵守那个十条诫，然后变成不再犯罪呀。你上帝那里都让你在犯罪呀，让你遵守十条诫。刚才那个十条诫就是赐给谁遵守？就是赐给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遵行呢。那你们那里先考虑一下好吗？就听我讲了。有时期你们那个外国人呢，我讲掉的话，越南人呢，美国人呢，阿拉伯人呢，中国人呢，我不知道你是哪国人呢。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上文字，你先自己救你的灵魂，这个是上文字。如果说我来说你们那个阿拉伯人那里，你们听牧师讲，按照你们那个书上你们那个穆斯林那里多会听那个牧师讲，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句子，因为摩西经过了亚胡书就亚底亚来传给你的这个教导就是这样，为了你的义务，因为你遵守那个十条诫，一定要把那掉这个十条诫，包括这个耶稣之下写去，那你必须受洗。我们来读一下
那个使徒行传22章16节，22章16节，第22章16节。那你会问我，你是干净吗？我已经干净了，然后不会再犯罪，不会同意坏事了。这个表示真爱上帝呀。现在你为什么这样呢？起来，就是告他们受洗，洗去你的罪，就是告他们受洗，洗去你的罪呀。意思就是吩咐你，要吩咐你，不要一直定在那里跟随这个耶稣是十字架，不要跟随他们呢。要吩咐你不要跟随他们呢，起来就告他们受洗，就是那个就告耶和华他们他就那个会除掉你的罪如果你不就告耶和华命就你没办法拿掉你的罪。你不就告耶和华的命，就你没办法。有的人会这样说，这个命不是重要的，你信的话就信吗？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上文子讲掉话了，那个也是使徒行传15章第15章，我们查一下。使徒行传16节，那就30节。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30节开始。我又领他们出来说：“2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你也就是这样子问他。他们说：“但信主耶和华要信什么？就是主耶和华，就是他有办法除掉你的罪恶，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这个耶和华把你变成不会再犯罪一到了大里面就不会再犯罪你因为主人呢，你还没到了在耶和华里。如果你还没到耶和华里，你敢说你不再犯罪，你是说谎的人呢。可是你已经到了大里面，你说了再不犯罪，你是真的，那你一定要受洗，不然没办法。你一定要受洗，不然没办法。你跟随耶稣，就这个证据能看得到，就是你的义务。为了你的罪洗干净呢，一定要受洗归入耶和华。那你必须找那个下家，就是我就是耶和华的大使带来这个基督的那个救恩呢。你要记住。要记得这个，我比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不一样他们让你再犯罪是这样你跟随下的就不再犯罪他们就是那个从那个地上那你会问我，你是从哪里下来？你是从哪里过来？
那就这样，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让你再犯罪呀，转给你那个神呢，把你丢掉那个地狱里那里，但是那个主，那个上文字的主啊，已经给你们说了，那要说的大事是啥呀？如果是人类跟你一模一样啊，那我就是那个转给你们再犯罪呀，因为我来转给你们这个真话，就是这个正式的那个话，因为我已经从记者就接近了，按照那个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呢，15章第3节，约翰福音15章3节，我们来读这个奉耶和华的名字。现在你们因我将给你们得到，已经干净了。那些人跟随这个真大的上帝已经干净了，没有人带了这个教导，除了我一位。因为有人喊我刚刚那个转给这个，就有好多人喊我，那你现在听到了这个教导啊，现在是给你的，你应该要知道啊，怎么做啊，因为这个上帝在大里面，你才可以得蒙赦罪啊，使徒行传啊，10章啊，使徒行传13节，使徒行传13节13章3815章第15章，使徒行传15章38节，你那个上帝那里38节，从今天开始，你先就是靠耶和华名字，别拦掉他的爱呀，他的爱。等一下，13章不好意思了，使徒行传13章，刚才那个有错了，就38节，就这个。所有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因为在大里面就不再犯罪啊，是有这人转给你们的。我刚刚看了那个福亚法的命啊，那祝你们好，为了有说保佑你们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一块儿祷告。非常感谢您，福亚法，为了带来你的恩典，为了他们那个悔改，然后回去你那里，目的就是什么呢？福亚法就是他们那个回来找你，为了被拯救了，那个归于耶和华，那个他们离婚了，应该要回去你那里，要把那个救啊！你先祝福这些话，为了那个到达在他们心里，我给他们介绍了你的真理，我给他们介绍了你的真名字，因为那个有的人怎么说呢，就是亚法这个名带来救恩，因为发音的时候那个有说明的就是他们的罪恶被除掉了。非常感谢你，父亚法，永扬荣耀归于你，亚法，请答复我的祈祷，永扬荣耀归于你，奉耶和华名，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好你们多，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下一次见，再见。